的参选人是陆续针对着两块议题来表态。来看赖清德投诉着美国的报纸《华尔街日报》提出着和平四大基调。赖清德讲，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，台湾爱甲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建立着伙伴关系。赖清德更加来强调讲，伊会维持务实甲一致性的两块政策。外界的解读，赖清德可能是要淡化伊台独的色彩。在医学上，最基本的单位是细胞了，基层的村里长就像是人体的细胞一样。民进党总统的参选人赖清德，在咧平常时单位时阵，常常分享医学的常识。当年在咧成大做医生的伊，是因为1996年台海危机受到影响，才决定要投入政坛。如今要参选2024事，头一遍投诉外国媒体，就是以保卫台海和平做题目。在咧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会当看到赖清德论述的和平四大指条，包括要建立台湾的军事城市、经济安全，也就是国家安全。另外，嘛要和全世界民主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，还有稳定有完结的两岸关系领导的定调。赖副和平四大支柱是不是柯侯也要一起支持？是在回应侯友宜的9·2共识吗？在咧这个时间点投诉嘛，互人猜想，敢是针对侯友宜？只是侯友宜真正才表态挺宪法的9二共识。在咧投诉内容内底，赖清德嘛强调维持务实甲共同性的两岸政策是伊上主要的任务。它的内涵就是两岸互不承认主权，互不否认治权，这非常的清楚。经过这个侯市长的说明以后，我现在是更不清楚。特别开玩笑的，人家说诗有两种，活有三种。两岸关系嘛是总统大选的重点，上升的民调嘛出炉。赖清德以26%的支持度领先，郭文特指数2%，侯友宜18%排第3。那考试讲出现着4卡赌的局势，赖清德22%5优原排第1，郭文特18%郭台铭17%2，侯友宜14%9，甚至无到15%。江湖在左，信所要有。我们跟郭董都是为了中华民国挺身而出，我们一定会跟郭董一起并肩作战，为中华民国好，团结在一起。向郭台铭来发声，这想要甲侯友宜换中声音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